讲到查甫人做兵的义务役，明年开始要变得去一年啊。这国防部捌表示讲，义务役主要是伫咧守备部队，毋过有风声讲，三军的主战兵力变现比无到八成，做兵一年的才有可能会互派去主战部队。学者是认为讲，这现代武器呢，一寡设备是需要专业训练，做兵一年可能是跋倒熟手的。啊，那一寡注重专业技术的，也是以志愿役为主。点开内政部业政署网页，83年到93年自专科以上在学查甫学生，想要利用休乐提早完成4个月常备兵役，已经开始申请。不过，即马传出三军主战兵力变现比无到8成。根据113年度国防预算书显示，明年士官长会减少300人，士官减少1601人，士兵减少3211人，合计减少5112人。主要是守备部队的一年义务役，有可能会分发到主战部队。明年1年期义务役役男是以分发本外岛以及中枢防卫等等类型的守备部队为主。那么役男可以按照民间的专长来参加遴选，或者是依他的志愿选择到主战部队服役。国防部表示，役人若有飞机受训、海事轮机受训等专长，有希望分发到海空军部队服役。那兵役延长了后，役人也会学习操作气枪飞弹、标枪飞弹、红军反装甲飞机等新式武器。学者事后分析，现代武器设备装备需要专业训练操作，一年义务役不一定当负担，一旦分发到战斗部队，也要看性质甲专业度。像空军飞弹部队，应该也是要以志愿役为主。这个精密武器的操作，另外他们这些部队呢，可能随时24小时要维持战备的，记忆的这些专精度就会非常高，那可能就比较不适合由这个役期比较短的这个义务役来负责。那人民没有心防啊，大家都跑掉了，没有同仇敌忾啊，没有不越雷池一步的这种想法，从心防来加强。张彦良表示，义务役可能分发到主战部队，主要原因就是志愿役人数减少，建议加强志愿役待遇，呼吁国防部量早规划应用义务役纳入战斗部队时期。记者综合报道。